卡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餐后散步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吃饱饭睡后牙齿，应该散步一下，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当多。正经哦，散步有乜嘢好处呢？散步做得帮助消化，本气血通顺，睡眠的品质会变下好哦。好，老二隔壁的好朋友，牵手向下行，大傻爱行5圈哦。系哦，吃饱行后，做得帮助消化，都市壮壮，咩当艰苦。大家停停，头前慢慢的行，唔好行太急。好，我多行几圈呢，帮助消化。数钱数哦，大家慢慢的行。我上一片手，等下都再来行。好，左大哥唔好坐到街片，搏到我起起来行行啊！好，我起起来行下咧。大家动枪加油！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为让学员餐后起身走动，照服员会带着学员散步，此时会说：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很多。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当多。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当多。照服员向学员说明饭后散步的好处，会说：散步可以帮助消化。散步做得帮助消化。散步做得帮助消化。为鼓励大家一起散步，会跟学员说：跟你旁边的好朋友手牵手一起走。老二隔壁的好朋友手牵手向下行。老二隔壁的好朋友手牵手向下行。如果速度越走越快，照服员会叮咛大家跟着前面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。大家停停头前，慢慢的行，唔好行太急。大家停停头前，慢慢的行，唔好行太急。照服员提醒坐在一旁发呆的学员，跟大家一起散步，会说：不要坐在那边发呆，站起来走一走哦。唔好坐伫街片不动哦，起起来行行下哦。唔好坐伫街片不动哦，起起来行行下哦。接着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为让学员餐后起身走动，照服员会带着学员散步，此时会说：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很多。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当多。散步对身体的好处当多。照服员向学员说明饭后散步的好处，会说：散步可以帮助消化。散步做得帮助消化。散步做得帮助消化。为鼓励大家一起散步，会跟学员说：跟你旁边的好朋友手牵手一起走。咱隔壁的好朋友手牵手向下行。咱隔壁的好朋友手牵手向下行。如果速度越走越快，照服员会叮咛大家跟着前面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。大家停停头前，慢慢的行，唔好行太急。大家停停头前，慢慢的行，唔好行太急。照服员提醒坐在一旁发呆的学员，跟大家一起散步，会说：不要坐在那边发呆，站起来走一走哦。唔好坐伫街边不动哦，起起来行行下哦。唔好坐伫街边不动哦，
起起来憨憨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